来看高雄的消息，高雄高山区的警方再去执行这个巡逻勤务的时候，一个女骑士为后壁加弄咧，两人拢倒伫涂骹。这个女骑士呢，伊的正手甲腰有弄着伤，这个关键同时呢，这个反应真好呢，所以讲干那骹甲手小可扭皮尔，加在双方的伤势拢无严重。路口发生车祸，女骑士跋落涂骹，正手翘着伤。是啊，还好，擦伤而已。你是那时候没有看到他要左转？对，算是。甲女骑士相 AA 是一位48岁生出来员警，碰撞到的瞬间，机车的零件嘛散去。他们被撞的，你看那个牌就掉了。他撞掉。后面他有没有怎么样？就小扭伤而已。但是我有时候那个刚才那个发不起来。车祸发生伫今日透早，当时多是上班时间。生出来员警巡逻过程，经过高山一路和万寿路口的时，后港方向未负打动的女骑士对后壁弄起哩。当时双方拢累残，女骑士手阁有腰拢弄着伤。当时员警嘛赶紧用护身刀法来保护家己。因为转弯遭后方的机车擦撞，双方都跌倒只有轻微擦伤。加在双方拢无伤甲真严重，女骑士嘛对造成警方着伤感觉真失礼，详细调书责任该进一步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